台中北屯換溪西路3段，今仔透早6點多，一台車唔知啥物原因哦，撞到一台騎共向的奧多擺，也騎奧多擺的是隨唔知影人，也一台車並去2個人掉佇咧內底，消防隊甲因救出來，也包括騎奧多擺的在內是攏總3個人送病院。白色轎車四輪上天倒佇路中，另外一台機車後半邊已經看不出原本的模樣，車殼電鏡搭到規土卡。18透早6點外，台中市漢溪西路3段發生嚴重車禍，警消先將卡佇車底已經失去生命現象的現場技術來救出來送醫。壓在車下的他們看起來情況比較嚴重，所以我們用頂舉器材將車子頂高之後，製造出足夠的空間，讓患者可以由救護人員來脫困。並且駕駛線路的查甫人甲身騎線的查甫人也受困車內，消防隊馬上協助脫困，佮送去急救。黑暗一個是，迄條左擺已經頭前車已經變過了，我看車已經變過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坐在後座，那我已經不知道要幹嘛了。我們車頭是從那邊過來嗎？砰一聲之後我才醒來。警方初步調查，線路查甫人迄時陣賽車載3個朋友經過漢溪西路3段，不明原因弄到共方向，現場查甫人騎機車，過弄2台路邊停車了後就並車，現場的技術是卡在路邊停車的車底。羅南駕駛自小客車搭載乘客3人，沿漢溪西路3段行駛，不慎碰撞同向騎乘輔送機之張男及路旁停放車輛，造成多人受傷，其中羅南及乘客黃男、其次張男均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治療。警方表示，線路查甫人無食酒，食多了後賽車狀況。現場的技術因為傷勢嚴重，已經報車檢察官核准了後，抽回檢測酒精濃度。車禍原因，還佫調查清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